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欢迎收看2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由咱台南家福中心所主办，已经迈入第5届昆士湾杯乐乐棒球交流比赛上午登场。万一今日拄好是经典赛资格赛开打的棒球日，所以会中学生热情的加油，嘛互全场热刺刺，感受经典赛气氛。而且虽然只是交流比赛，不过学生拢拼全力，嘛互主办单位相当的欣慰。希望陪伴学生成长，甚至追求梦想。宜兰区成功国小高艺队甲人赛闹热组阵，迈入第5届昆士湾杯乐乐棒球交流比赛正式揭开序幕。1、2、3，挥！谢谢，帮我们开出了好球，谢谢。主办单位南台南家福中心为了互共属于南区滨海社区学校，包括新疆、喜洲、甲龙岗3校会当彼此互动，所以用举办乐乐棒球比赛舞台，持续服务早日社区。会中注意嘛，特别感谢长期投入的裁判，甲提供场地地主队，打造成专属于社区的特色比赛。这个球赛呢，除了说让小朋友呢，他们能够享受打球的乐趣之外呢，最主要的是希望说球赛呢能够，各个人大展身手，也能够为自己的学校的争光。虽然比赛只是友谊交流，不过3个球队伫教练的指导拢展现气势。毕竟输人唔输阵，要提出家己上好的表现。当然，透过运动陪伴学生成长的同时，其实嘛，互有兴趣的学生发挥潜能。
看到电视上的球员们奋力的在比赛，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朝这块的梦想前进。这场是一场友谊赛，可是我还是希望能拼尽全力去比赛。大家今天以球会友哈，大家好好的度过早上美好的时光。那在这里要谢谢我们南家福中心。办理这个活动，让小朋友有一个活动展能的机会哈。我们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孩子们快快乐乐打棒球，然后也把身体锻炼健康。那当然，孩子被潜能激发之后，或许他也会成为未来我们台湾国家棒球队的代表队的国家队选手。21号土耳其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比赛开始开打，所以休息区的师生甲家长嘛拢真专业加油，迄款的声势嘛，互人感受参像经典赛的气氛。参赛学生用棒球交流，除了享受拍球的趣味，嘛用拼开为家己学校争取相关荣耀。电台新闻军职采访报道。因为基本工资调整，原本饲父补助65岁以上长辈健保费嘛对咧增加，不过因为补助给出的部分需要长辈先支付，然后饲父搁再退行的过程，造成基层工会作业的负担，所以议员詹培雅、林美燕接受真情召开记者会，希望饲父甲健保局协调，未来直接由饲父支付。市议员詹培雅甲林美燕因为接到未少工会团体的反映，针对饲父补助投保职业工会长者自付健保费超过饲父补助的额度，伫个申请的过程因为伤过复杂，对此议员下午嘛也是饲父相关单位甲着职业工会来座谈，寻求解决的办法。如果这个事情是给我们总工会去做，还有我们会员工会去做，如果这些钱拨到我们基层工会去，如果有来领的跟没来领的，到时候这些钱要怎么去？没有领的要怎么退回去？我昨天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补助的时阵是所有人补助，所以始终是排付5%，排付5%，5%超过12%缴税的人，伊袂当补助，这个有道理。但是所有这些人24万人，应该我理解无唔对，我看统计资料24万人。红补助的时阵，现在唯独加基本工资的第一级职业工会才有去补这个61块。如果照逻辑来说，应该是所有被补助的65岁老人，这个61块都要补，大家讲对了。出席的议员包括詹培雅、林美燕，还有罗坤浩甲林冠伟。理工会代表有总工会、产业总工会、职业总工会，甲着各工会代表等。议员詹培雅服务处的执行长欧振豪。甲着议员林美燕表示，长者的健保费补贴的过程确实伤过麻烦。对此，饲父副秘书长嘛回应，会甲健保局来协调。我们基本工资调涨之后，那我们在基本工资，所有的劳工原本保最低金额是28000多的，是保每个月要缴226块钱的健保费。那因为调涨之后有大概61块的差额，那我们台南市政府确实是释出美意，有补助这些劳工这61块。但是呢，在社会局在作业的过程中，竟然是把这样的工作内容丢给我们的基层劳工、我们的会务人员来做行政的流程。那首先这会造成几个困境。第一个是不管是怎样，你要通知这些长辈来领取这些纸本的负担、时间的负担，甚至这些长辈要驱车到工会、驱车到区公所，是不是会造成危险性？那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事情。第二点，长辈一旦痛出这些钱，有些长辈65岁以上。时常这些名单被透露出去，诈骗集团立刻出动，那会造成这种诈骗的风险，这都是我们应该担忧的。至于多出来的61块，我想现在就直接由社会局跟健保局他们去做个协调啊，就直接去做作业的，就是缴费的问题了哈，不用再透过第三者，这样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现在的补助方式就是工会先带电，然后我们再给工会，所以才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在这边代表市长市政府跟各工会抱歉。那我们针对这个已经在改善，那这个是系统的一个操作的误差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跟健保局看看熟悉度，把它调整了以后呢，已经可以对接上了。但
必须要在7月份的时候就由我们市政府统一交给健保局，就不用透过工会了。那这一部分是在7月份，但这段期间到7月份还有一个落差，要造册就由我们社会局来处理了，我们就不麻烦工会，由我们社会局处理以后，那由我们社会局再出这给健保局。市府补助65岁以上的长者健保费，因为随着基本工资的调整，健保费嘛对咧增加。不过市府说6都之前嘛补到底，但就是爱长者先来支付，然后才个退行，美意大受影响。但经过社会局甲健保局来协调，预计今年7月以后，小单将由市府来缴纳，减少工会申请查验补助的工作负担。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宜兰立客为服务处结合社会善心人士甲企业，共同关注将近1000公斤的白米甲15万元的辅助金，要予台南市关护协会，希望帮助少年受保护管束的艰苦家庭，场面相当温馨。台南市关护协会主要工作是到台南市各级学校进行法律教育宣传，定期举办青少年法律教育成长营，帮助台南地方法院受到保护管束处分的贫困少年家庭，并配合送卵以及生活上的协助等等。为协助关护协会关怀送卵服务，议员李启伟特别发起号召，邀集社会上有爱心的企业、善心人士共同来献爱。在我们李议员的协助之下，我们社会热心人士来协助我们台南市关护协会提供各项物资跟辅助金，那我们共同来为这些飞行有偏差行为的少年，还有他的家庭能做适当的协助。我想我们希望期待的一个是和谐跟安定的社会。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社会热心人士一个正能量的这个善的这个传递，很感谢安尼社会上一寡这些善心的人士有那透由我们这个退休的这个书记官潘姐与我们的一个协助来为社会送暖今天有那关怀一点那个我们关护协会还有这个捐赠的物资也有一些奖助学金这个希望可以对他们的业务的推动上面这个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我们也知道关护协会长期也都照顾的这些这个飞行少年这个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阶段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希望他可以这个步入正轨未来对社会这个也是都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期待方向。社会局主任秘书陈雅芬也代表市长温特，社会局长郭乃文前来致意。青少年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基础啦，尤其是我们现在是少子女化，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一个新生的一代他们是优质的，那有一部分的少年他可能是一时之间呢行为有所偏差，那经过我们政府还有社会大众的一个导正呢，他们还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将来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参与爱心捐款以及物资募集的单位有少光实业公司、季允山、季代春草、杨义宁遗书、陈建云、叶秀棉、盛强企业公司、宝达乡企业公司、和裕医疗器材行等，总共募集善款15万6千块，以及1000公斤的白米等生活物资，将全数捐予台南市关护协会，作为关怀飞行少年用途。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年轻有活力的春雨建设总经理王世勋，去年12月接任台南市建筑经营协会理事长以后，对协会未来发展心中已经规划有蓝图，嘛期待用热情甲信心，带领协会迈向新的阶段。王世勋出生在建筑相关的家庭，阿公是经营钢筋加工厂，父亲因为应用市场的改变，逐步转型为建筑业。本科毕业在供电相关科系，曾经在工研院、大立光、甲友达光电等公司担任研究工作。接手家族建筑事业后，为头开始学习建筑相关知识。伊坦言，初期面临未少挑战，好在因为研究员训练甲态度，渐渐摸出成绩。伫加入协会大家庭后，透过协会课程、讲座甲参访等相关资源。
嘛，互伊为当中学习真济，谦虚诚恳、持续学习态度，也互王世勋得到业界前辈认同甲肯定。一直鼓励伊爱出来食协会理事长，而接任了后，首要工作就是组织调整，互协会会当长长久久的行落去。现在很高兴可以接任这个台南市建筑经营协会的理事长。那这个职务其实重责大任呐。那其实也希望前辈们是希望说年轻人能出来能够有一些新的气息。当然我其实想要做理事长的第一个，其实就是组织内部要做调整，才能够让这个组织能够长长久久的走下去。讲到建筑奖项，台北未来居台中有大师讲座、高雄原演讲。王世勋希望会当伫年内推动专属台湾的建经特色活动，比如说台中有大师讲座，台北有一个未来居，那高雄有原野讲。那其实我蛮希望说台南也能够有一个像一个年会的形式，或者是一个展览的形式。那当然我也不是这件事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能来做就可以，而是我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对这一件事情的认同，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王世勋强调，协会除了提供学员学习甲交流的平台，并会举办更侪丰富的活动，提高参与度、凝聚向心力，创造更侪交流甲合作，让协会愈来愈努力，助力更侪创新的能量，带动协会迈向新的关度、新的篇章。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建立的打诈仪表板，日前公布今年1月份早期发生的状况甲趋势，同时邀请艺人郭彦均以家己准备要买厝的投机款550万，结果被诈骗的痛苦经验，要甲大家分享。那个时候其实就很多人都有遇过的，就是虚拟货币的诈骗。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对虚拟货币又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呢，他们会讲的头头是道，然后会讲了一系列的的东西，然后呢，那个时候就疏忽的就是忘记上网查，或者是说到警察单位去询问，或者是到那个银行单位去询问。艺人郭彦均曾经被虚拟货币骗走要购物的头期款550万。这天，他来到台南市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的记者会现场，表示身为被害人，觉得对社会有使命，应该站出来，强调有钱赚的机会绝对不会来找你。不可能会有比银行利率还要高的投资，那样子的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承担的。而且，如果真的有这么高的投资的报酬率的话，我相信介绍你的人，他一定会卖家产去投资的，不可能介绍给你的。台南市警察局统计114年1月份诈骗案件有1075件，最常发生的前3名分别是23.9%的假投资，假网拍占12.26%，解除分期付款是11.99%，拦阻总金额高达1亿2500多万。那我们台南市呢，打造这个台南队呢，在我们市长的一个带领下，我们也持续的在精进我们的市诈、赌诈、主诈、惩诈以及防诈呢这5大的面向。以各种理由要你汇款就是诈骗，警察局呼吁一定要先查证，若有疑问可以打165反诈骗专线，增加防诈反诈意识，避免憾事发生。记者苏怀台的报道。高雄有一间以三明治作为主题店家，其中的招牌就是咖喱卤卵搭配火腿、刺瓜加柑仔蜜，食起来相当的清爽，让客拢真娱乐。另外，若想要食甜的，嘛有真侪选择，真适合学生下课来做点心。所以讲起来，无论大细汉，拢真推荐。
面包在锅里炸得滋滋作响，金黄色的面包起锅后加入各样的配料，这是美味的营养三明治。夹在面包里的卤蛋是三明治的灵魂。位在楠梓区的这家营养三明治深受在地人喜爱，一份三明治里头有火腿、小黄瓜、番茄以及卤蛋，作为早餐刚刚好，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而店家的贩售时段分为早上与下午，想吃不一样的下午茶也可以来一份。也有不少顾客会透过外送平台来购买这份美味的营养三明治。我就之前有来买啊，很好吃啊。昨天前天来，他们好像刚好休息吧。对，所以我今天赶快又来看有没有卖。哎呀，很好吃啊，真的很好吃。拢好吃哦，大行都好吃。好吃啊，都还不错啊。当初会做这个是因为我们也是觉得这种东西可以当早餐上班的时候吃，其实也是蛮好吃的。这样再搭配一杯豆浆啊，或者是咖啡牛奶。那我们招牌里面不外乎三明治的灵魂就是沙拉酱跟卤蛋嘛。那卤蛋是我们自己卤的，就是有添加一些我们自己的配方啊，然后吃起来就是会甜甜的。再搭配黄瓜跟番茄的话，就是整个就是不会很油腻，就是吃起来就很清爽这样子。除了最受欢迎的招牌营养三明治以外，想要吃甜的口味，炼乳起司也有非常多的顾客会选购。面包里头夹着满满的起司片，外头淋上炼乳，浓郁的起司味与炼乳相互结合，吃起来甜而不腻，让人想一口接着一口品尝。小朋友放学后想来一份当点心，分量也很刚好。最早期只有素食跟招牌而已，那我们后续有继续去研发一些，就是可以在三明治里面加起司片，然后外面淋炼乳。其实说实在蛮好吃的，这样结果我们一推出来，就是有蛮多客人就是会来跟我们买这样子，他们也是说很好吃这样。我们的量也蛮符合小朋友的下午茶，吃完就是刚刚好，也不会说晚餐吃不下之类的。业者用心的做出各种不同口味的营养三明治，让顾客有不一样的选择，也比较不容易吃腻。对于品质更是相当讲究，吃过的顾客都赞不绝口。想吃甜的、咸的，这边通通都有。偶尔想要品尝不一样的早餐或是点心，可以用这份超刷脆的营养三明治来满足味蕾。记者魏国庆、陈英君高雄报道。为好小学生提早认识未来职业，台北市首次甲新宇航空空军官校合作，举办航太科学体验营，当中就设计了丰富的课程甲实作的体验，吸引超过400名的学生报名。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30位小学生穿上机长、空服员及维修人员制服进场，个个有模有样。航太科学体验营在新和国小举办，除了学习航空知识，这次营队还让学生体验空服员的仪态训练、餐桌礼仪和社交技巧，帮助他们了解未来有哪些职业选择，让学习变得更有方向。这是我们第一次哈，我们希望社会上的百工百业有机会从本来从国中开始的生涯教育哈，往下延伸到国小来哈。那我们在国小开始办这样百工百业的沉浸式的体验哈。这一次算是很特别的一次哈，特别有机会跟星宇航空以及空军官校一起来办这个航空体验营。那我们也觉得说，除了让小朋友哈沉浸式的体验这个职业以外哈，我们也想说，对于在探索自己生涯、自己天赋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哦，其实希望设计的这一套课程，包含这个行业可能接触到的各种面向哈，包含了今天有空军官校帮我们设计的哈水火箭啊作用力跟反作用力，还有就是拍制翼。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用餐礼仪，还让小朋友体验空服员这样子的过程，其实也让他接触到不同面向啊这个行业当中的不同面向。我们听到很多人敲碗在问这件事哦，因为我们为了要让小朋友有机会是这样沉浸式的体验这样的课程，其实
实花费了不少的经费，但是因为要让小朋友有机会真正可以体验到这样2天的课程，所以其实不能让太多小朋友一起进来体验所以这一次我们是30个名额，15个男生15个女生，可是有400多个小朋友来报名，而且是要录一段影片报名但是还是这么多小朋友报名。今天有机会我们乱数抽到这30位小朋友，那很多家长都在说那暑假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再办？因为我们经费已经挹注，应该会在暑假再办理这样子的课程。至于是1梯次还2梯次就看星宇航空可以支援我们的人力有多少，也很谢谢就是空军官校这边在提供的课程。今天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是有真正现场的空服员跟机师来协助，还有我们空军官校的学生来带小朋友，所以其实几乎是接近100万的这样子的一个陪伴。我们其实也是尝试第一次把技职教育向下延伸到国小阶段，因为我觉得国小阶段我们其实就已经办很多课外的学生的相关的学习营队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次把航太科学拉到国小的阶段，也是希望说让小朋友有一点不一样的体验。当然，航太科学里面有很多专业性的，然后包含还有像是空服员美姿美仪，我们会将这个课程把它当做一个初步的国小学生的探索，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探索自己未来会不会有兴趣。关于像是比如说他想当机师，想研究有关飞行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想要当空少空姐。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让小朋友有机会从小就有机会让他去探索他未来可能职涯的生涯发展的可能性。那他是靠这2片去做拍打的动作，那产生气流。活动安排了丰富的航空科普课程与实作体验，不只有电脑模拟固定翼飞机，还有遥控拍翅翼飞机，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做水火箭和手工飞机，让学生体验模拟飞行，了解飞行的基本原理。所以那固定翼是什么？星宇航空的飞机就是固定翼，因为它的翅膀不会拍，这样懂了？固定翼，所以你们等一下飞的是固定翼。对，然后真正飞的是拍翅翼。其实我们很期待说，让很小的小朋友在小时候就有梦想。那当空服员或者是当机师，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行业，但是当维修员、当工程师，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路。所以我是航太人。我从大学硕士、博士到教书，全部都在航太，所以我就用设计一系列的航太课程。所以我还做碳纤维手机座，所以各种的设计，我们都会在教学中呈现。飞行，那你去体验飞行，所以我们会给他说：你今天做的不好，你的飞机是直接就下去了；但是你做得好，对称，还有配重，所以。几个属于 common sense， 但是你在小时候你就知道，那你的飞机就会飞得很好。所以其实白努力定律是一定要讲的，对，所以怎样去制造你的升力，那这些都是一些观念，可是植到你的脑子里，在小时候你就知道了。其实我的学生是航太出来的，但是有的学生是航管、航电、应外系。然后他们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他们会回来跟我讲说：“嘿，我们练航太的还是比他们有比较多的 sense， 包括说你为什么转60度，你感受到的几率是2，为什么？因为我教过，所以他们知道。”教育局表示，航太科学体验营未来将持续和星宇航空及空军官校合作，并预计在114年暑假加开场次，让更多学生能够参与。同时，也会持续引入更多新兴产业资源，透过百工职场体验、职业辅导营、AI 世代人才培育讲座等活动，让学生更早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方向，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感谢收看2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
马里奥，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